Hello。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吼！今仔日的天气真水，也我看迄日光照着咱大家兄弟姊妹面容也真水，感谢主。今仔日是咱大讲节第2个主日，信息是陪伴甲信心。也真欢喜上帝为咱这人教会陪伴济细囝甲少年人，所以等下伊拢会伫个咱礼拜的过程中来用诗歌来服侍主。所以即马我也要邀请咱大家，邀请咱众兄弟姊妹用诗歌来彼此服侍，来做伙来完成这个敬拜的工，用咱对基督的信心，将安尼的水、安尼的荣耀，拢归伫上爱咱的天父上帝。咱第一首要来用的是圣诗第55首，圣诗55首，就听天使的音讲。咱即首来用第3节，咱即首来用第3节。圣诗第300首，阮真感谢你，至诚仁爱。这首咱可能较无熟，所以咱这首来用全首，咱这首来用全首。收这个圣礼典，所以咱即马要来唱的诗歌是圣诗第364首，圣诗第364首。首先，咱会邀请咱会众来做伙来唱咱第一页，互咱会反复一次，了后由咱诗班来带领咱，诗班会来为咱唱后一页的第1节。等伊第1节唱了后，咱来接第1页的
2节歌词，互咱来试看卖来接互顺，吼，咱等下咱来备班，吼。最后来吟圣诗第399首，圣诗399首。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请牧养部门、播会员姊妹来读经。雅萨诗班队长黄世松祈祷，少年团契会长郑丽妍来点睛。
上帝囝耶稣基督的福音安尼开始，先知以赛亚的册有记载，上帝讲：看咧，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伊要甲恁开路。有声伫旷野跌话，为主准备道路，为着伊修治小路。果然，约翰伫旷野出现，甲人洗礼，宣扬讲，着悔改，领受洗礼，上帝就赦免恁的罪。犹太逐所在有真侪人，甲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拢出来，去约翰遐告别家己的罪，伫约旦河对因领受洗礼。约翰穿着长毛的衫，腰下披带，食草饼甲野米。伊宣扬讲，有一位比我较有权能的，伫我后面伫来。我连屈落去，甲伊解下带拢袂牵着。我用水甲恁洗礼，毋过伊要用圣神甲你洗礼。做伙来压头祈祷。阮伫天的阿爸爸主上帝，阮伫这大港节第2主日，自日伫你的圣殿，以虔诚、感恩、甲敬畏的心，向你祈祷。感谢你伫这节日中，提起阮着坚定信心，陪伴耶子耶稣基督降临的大日子。主啊，感谢主将你独生囝赐予世间，来宣扬上帝的福音。互见那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免得到灭亡。互咱知伊疼世间到安尼，因为上帝找圣囝入世间，毋是要审判活人，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耶稣讲：恁囝若着磨，但重担着受困我，我要救赎，互恁安息。我内心温柔谦顺，恁着陪我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情会得到安息。主啊，你是恁主恩典慈悲的上帝，是爱好和平的上帝。阮求叫你，求你怜悯阮，你的路步我靠你，求你拯救，袂互妖恶的人起来攻击。阮的对方晓恶强暴的中共，时时伫咧伤害阮的国家台湾，因伫咧烧伤阮的土地甲性命。阮敬奉伫你的面前祈求，将你的快乐赏赐互阮世间。互阮免得到惊吓。现时世界还阁有俄罗斯、乌克兰、哈马斯甲以色列国家国际纷争冲突，引起战争动乱，造成济人民受痛苦伤害，失去家庭，无去性命。主啊，你是主宰人类无所不能、万能至源的上帝，怜悯的主，只有你的大权能会当化解一切苦难，求主拯救万民。互战争赶紧收煞，早日结束，恢复平静，互百姓得到和平，人人平安。愿恩典的主，逐时逐项事，时时赏赐平安伫阮中间。愿恩典的，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满满，甲咱众人伫地，也愿荣光归伫白囝圣神，直到永远无煞。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报好消息，互谢安的，恁着上关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恁着尽力出恁的声，着出声，毋免惊。对犹太一声讲：你看，恁的上帝，你看，至高上主要亲像大权能的领导，伊的手一定为伊掌权。你看，伊的赏赐伫伊遐，伊的报答嘛伫伊的面前。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伊用手安稳羊仔囝，甲因抱伫胸前。伊要带遐个羊仔，互羊树顶的羊母稳稳仔行。咱做伙来吟诗，学罗咱的主。圣诗第55首，圣诗第55首，请听天使在吟讲。
请大家做伙起来唱。咱三脚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就是阮众人做伙来敬拜你。阮大家伫即间教会，亲像一个大家庭，大家结连伫基督的听的内面，大家成做一个肢体。阮做伙来欢喜，也做伙来艰苦。你的安慰，你的听，甲你的祝福。一直伫阮的中间，一直甲阮同在。主啊，阮感谢你，你伫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阮若无好好来继续做你的见证，阮实在欠缺你的恩典。阮要来伫遮见证你的听伫阮的中间，见证着你伫即个充满变化的世界，有你对阮无改变的听。你也要伫大个世代。做阮的帮赞，你有祝福伫阮的先辈，伫遮有美好的见证。你也的确要来带领阮新的一代，继续来互人看见。你使阮的福分是遮尔啊大，拢超过阮所求所想的。阮中间有人也是亲人，拄着病痛，身体艰苦，因为这来烦恼来悲伤，求你的医治。甲安慰伫阮的中间，阮也烦恼阮的工课是毋是稳定，阮的囝儿未来发展是毋是好势。总是阮相信，无论阮伫怎样处境，阮生活拄着怎样压力，拄着搁较歹担当的代志，你一直拢甲阮同在，来陪伴阮，来引带阮。主啊，阮看见阮所徛起的台湾，也有即个世界。一所在，实在需要你所带来平安，需要你带来公义。阮望阮彼此来讲平安的时，
阮得到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这个世界发生种种的代志，阮惊吓国家之间的战争，毋知当时来结束，经济是毋是愈来愈歹？是毋是有新的病毒来危害阮的健康？阮有侪侪不安，侪侪惊吓。求你，互阮伫即时，毋通袂记伫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当阮伫你的面前，同心合意来祈祷，你会伫阮的中间带来盼望，会伫阮的家庭中间，伫阮的教会内面，伫阮的台湾，伫即个充满不安的世界，带来你的盼望。因为即个盼望，阮会当充满信心来面对逐项的压力甲挑战。即时，阮要做伙用主，你教是阮的祈祷文，一声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对地里像伫天里。阮日时无缺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互你带迄日市，又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65篇，启应文第65篇，启示录第21章。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看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事，嘛无阁有哀伤、嚎叫、痛疼。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物拢换新。伊甲我讲完成啦。喙大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我要做因的上帝。这是三界吟圣诗，圣诗第300首，圣诗第300首。阮真感谢你，至诚仁爱，请大家做伙起立来唱。Yeah.
请坐。三甲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来警调阮。阮确信你的圣神一直在引带阮，你的圣神一直伫阮的中间，你的圣神带来信心，带来听，带来愿望。你的圣神一届搁一届更新阮的生命，一届搁一届来提醒阮，提醒阮是有限有罪的人。阮一定会记你，阮爱有你的听伫阮的中间，提醒阮爱追求你的话语，同心向你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无论阮所读圣经话语，阮所唱、所听的诗歌，也是牧师的讲道，阮会当对你的话语一直有新的认捌，阮会当重新看见着家己的处境。重新看见家己的未来，重新来反省阮家己，也求你一直提醒阮，无论是阮的家庭，也是阮的教会，拢爱建立伫上帝你的话语顶面。主啊，求你赐福，互阮会当带安慰互需要的人。当人得着病痛来艰苦的时，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互阮会当带来教育安慰，互因看见你的听，你的安慰伫因的中间。主啊，当阮看见这个世界互阮艰苦的代志来发生，当咱看见不公义的代志一直来发生，但是你的圣神也一直伫阮中间，互阮有教育的信心，有教育的愿望，会当互家己徛牢伫你的教示。袂互歹来赢过阮，互阮有教育的信心来坚持到最后。我也恳求你，互阮会当不断透过你的话语来认捌阮家己，认捌你，认捌我甲你的关系，互阮会当伫基督中来检察我家己，看见家己的不足，看见家己是眼光有限。我会当明白，阮拢是无完全是有罪的人。我愿意伫你的面前，重新来甲你利用，搁一届献上阮家己，甲主、甲人建立好的关系。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三甲来共读圣经，圣经罗马书第8章18节到第30节。圣经罗马书第8章18节到30节。我想，现今这个时的苦难，甲将来特别对咱显现的荣光未必伫。被造物迫切在听候上帝正今日的显现，因为被造物袂当达到受造的目的，毋是出自因的本意，是上帝的旨意。毋过被造物要地愿望，有一日因本身嘛会受讨绑来脱离的败坏的拘束，通甲上帝的囝儿分享荣光的自由。咱知所有被造物到现在要做伙在痛苦哀求，做伙经验催进的苦痛。毋那被造物，连咱遮会得到圣神做头水的果子下，嘛得讨愧听候上帝，才让咱做伊的囝儿，互咱规个人拢得到受回。因为咱靠即款愿望得到救，看会到的愿望，毋是愿望；看会到的，哪着愿望？咱若愿望迄个看袂到的，就会忍耐听候。亲像安尼，咱当遮的时，圣神嘛有得甲咱扶持，因为咱毋知影怎样祈祷，毋过圣神家己的话袂当表达的讨愧，替咱祈求。了解人内心的
了解人内心的上帝，明白圣神的意思，因为圣神照上帝的旨意替信徒祈求。咱在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因为上帝有先捌的人，嘛有先决定互因甲伊的囝会形象相同，通互伊的囝伫济济兄弟中做大囝。搁伊有先选择决定的人，伊嘛甲因选调；伊敬调因的人，伊嘛甲因宣判做义人；伊宣判做义人的，伊嘛互因得到荣光。愿上帝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雅萨诗班甲小道的诗班来带领咱的礼拜，五万的节期，欢喜的节期。
请黄春新牧师来讲道。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二主日，咱点到第二期的知识垃圾。伫圣约小组的同工安排下底，伫大港节的礼拜，圣约是逐主日增加丰富的圣约。今仔日也特别感谢诗班主日学的学生小代笔。诗班通过5万的节期，欢喜的节期，带领咱三角来敬拜上帝。煞接等下嘛有少年团契，甲咱萌大字班的小朋友，带咱来献上感恩。抬杠节也互人称作是一个宁静的节期，宁静的节期。这提醒咱来到上帝面头前，安静听候。就那亲像诗篇62篇第1节咧讲，我的心情真静，专心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安静伫上帝的面头前，毋是要来强迫上帝讲你著爱行向我，不过伫安静的中间。咱却会通去感受到，迄个以马内利的上帝会引带咱甲咱同在，伫安静静默的中间，上帝耶稣基督进入咱的心内深的所在，也通过安尼，互咱的内心黑暗惊吓，迄款的暗暝。会通行出一条光明的道路。伫迄个所在，咱将咱本身的性命的主权来交予咱的上帝，并且赢之咱性命的新主人，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伫咱的心内。也只有伫咱的心内、心灵的深的所在。迄个外在的交叉，才会通拒绝迄个物件。上帝伫咱内面来降生。伫顶主日，咱神学牧师陈永文牧师用意向伫圣事的生活来传讲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17节，要互咱明白加入基督信仰这个新的群体的人。是会渴望圣神所带来新的生命。经文最后17节安尼讲着：既然咱是囝儿，就是继承人，是上帝继承人，甲基督平平做继承人。既然咱甲基督同受苦，也要互咱嘛甲伊同受荣光。伫遮有连续3个，一个平平，也是同受一同。这意思是咧讲起，互咱看到咱加入这个信仰的大团体的时阵，信仰的群体的时阵，咱已经真侪上帝国度的继承人，同受苦，同荣光。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使徒保罗阁进一步的讲起，毋干那咱的，毋是干那人类，嘛包括一切上帝所创造受造界。这个受造界嘛，做阵意向伫圣神内面的生活。所以毋是干那讲人好就好啊，咱是爱全世界上帝创造做阵好，这才是完全的好。伫现在咱的时代，是一个苦难的世界，受造界也伫遐痛苦哀叫，并且亲像圣经内面所记载，受到败坏拘束，受造界也甲咱上帝囝儿5万有一日会通做阵，同享受阳光的自由。换一句话，
咱甲基督平平做继承人，也甲基督同受苦，也要甲基督同受荣光，甚至受造界，也望甲咱做阵同受荣光。这就互咱知影，人类甲受造界是一种生命共同体。咱来看今仔经文18节到25节，遮所描写，伫这段经文描写着咱受造界的现况。咱来看22节，伊安尼讲痛苦哀叫，这是咱现在世界的处境，人类的现况。咱伫这个现况的中间，咱犹原期待会通脱离未败坏的拘束。使徒保罗写罗马书的时阵，是将近2000年前的代志。受造界包括人类在内，咱拢感受到痛苦哀叫。但是痛苦哀叫过2000年来，敢有较减少？还是咱阁犹原陷落伫一款败坏拘束的内面？伫重视民主人权、重视动物权、看重自然环境的国家内面，有的人检测认为出世以来社会就是和谐，敢是安尼？毋是，民主人权毋是突然间出现的。知影去维护动物的生命权，维护自然的环境的和谐，嘛毋是自然而然就发生的。咱想看卖台湾过去，就是伫威权统治的下底，无有民主，所以经过真侪民主信仰的前辈，努力不断，才有今仔日的民主选举。才有今仔日的言论自由，这是咱台湾的处境。咱咧看咱隔壁淡水河，威权的时代啊，迄个河川是臭的，因为安怎？因敢若重视权，无重视环境。迄臭狗啊，是因为三重埔一带。有真侪粪扫场伫河边，将粪扫带伫河边，所以垃圾水污染淡水河。以前嘛捌听讲有人伫遐要自杀，结果安怎跳落去，煞安怎臭毛毛，阁爬起来。咱拢期待会通脱离迄个败坏的拘束。总是一定爱有人做啥物代志来改变。连兄姐要改变，就是需要反省悔改，爱有用行动来实践上帝国的价值。做一个基督徒，咱相信这是圣神运行伫咱中间的慧力，圣神也催逼咱调往这个上帝国的新国度。受造界的现况，就是痛苦哀叫。咱搁来看这段经文，特别20节安尼讲起，整个的受造界，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讲虚空，台语汉语新的台语译本翻译讲袂当达到受造的目的，这个翻译搁较清楚。意思咱受造界，咱到底存在目的是啥物？人生若无使命，人生若无目的，人生若无一个方向，就陷落伫空虚败坏的内面。保罗用这个概念，其实是出自创世纪第3章内面所描写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了后，人甲上帝关系断去。亚当指责夏娃，讲迄个查某人；夏娃也指责拢是蛇引诱伊。然后呢，咱看到土地受到咒诅，
这拄拄会描写四种关系的破碎，就是人甲上帝、人甲人、人甲受造界，甚至人甲自我的关系断去。咱来知影，咱是甲受造界做阵白做阵的，是因为人的犯罪也抵到这个受造界，也陷落伫困苦的中间。咱继续来看，伫这个二十的中间有一句话真特别，讲腰地5望，仍然盼望。人类伫苦难的中间，咱伫遐痛苦哀叫。唔敢若人受造物嘛是共款。面对这款的现况，保罗伫遐提出，讲咱犹原腰地5望啦，腰地5望，伊藏伫创世纪这个解说的中间。换一句话来看，这句话虽讲真简单，却是充满生命的困难。所以基督徒是一个有5望的人，咱已经知影，将来耶稣基督要完成伊的救赎，唔敢若人类要受到救赎，甚至受造的世界也要做阵当受荣光。咱来看21节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安尼写讲，有一日因本身嘛要受偷棒来脱离为败坏的拘束，通甲上帝的囝儿分享荣光的自由。这句话是这段经文内底一个真要紧的主题。就是因为这款的腰地5望，所以咱会通相信，伫将来人类甲受造的世界，咱一同拢会通得到上帝应允迄个荣光的临到。这几天伫咱的教会有举行香港这个人权艺术展。从咱德国的朋友嘛来到台湾，伫咱中间，因嘛会参观这个香港人权艺术展。伫这个展览的中间，因嘛伫遐有一个期待，希望迄个阳光会通转来，香港袂通继续伫迄款独裁的统治的内面，希望会通得到自由透放。伫这段经文，佫会甲咱讲，咱今仔日咧经验的是上帝国一尊一尊的痛痛，那亲像富人人要生产迄个痛苦，要生产以前，迄个痛苦、迄个痛，一尊一尊来，我就捌听到。新手爸妈咧讲，因咧生第一胎的时阵，开始咧疼，过来安怎走去病院，医生讲吼，未转去，过来转去，佫疼，佫走去病院，医生看看讲还不行，佫转去，佫疼，佫去，医生讲恁咧走吼嘛，伤费气，无吼去爬楼梯，对顶头吼。对下底行到顶头行落来，8、9遍。我有听一个人讲，伊伫病院的楼梯行10几遍了后，骹无力啊，家己生。迄个阵痛就亲像安尼，但是安怎生落来了后，看到囡仔足欢喜的。婴儿伫腹肚内，迄叫做生命共同体。保罗用这款生命共同体的阵痛来描写咱甲世间受造物是一种生命的共同体，是有新的富人人甲囡仔迄款真密切连结的这个关系。
煞者咱来看26节到30节，这段的经文，咱要来思考的，伫这个阵痛了后，咱太知影讲会当平安生产。有人伫阵痛了后，嘛生袂落来。保罗用这个来描写，伊咧甲咱讲啥物？咱过去嘛知影讲，伫古早时阵，生产是一种冒着性命危险。台语有一句话讲：生会过，换油加芳；生袂过，死地帮。这是冒着一种性命危险。但是迄个阵痛了后，保罗甲咱讲，讲要真做圣神，要真做迄个初熟的果子。啥物叫初熟的果子？就是付投机款，一个保证的意思。就是圣神咱来保证，这个生产一定会完成，是因为上帝伫圣神的运作的内面。已经保证上帝国会伫咱的时代，已经伫咱的时代会发生，甚至上帝国会不断持续，到伫迄个阵痛的时阵会生出来。换一句话，咱今仔日，咱伫咱的世界，感觉讲无力、无助、软弱。无望，甚至是无法度用语言去描写这款的艰苦。但是咱知影，圣神会照着上帝的心意替咱祈祷，直到整个咱会通得到自由。咱也看到过去的台湾，伫白色恐怖的内面，迄款受到压迫。我捌，因为咱即马有咧照顾即个政治受难者的家属，有一个家属政治受难者，因复制过去迄款受酷刑的日子，有一个受难者，伊受关监伫监狱内面，伊去互警察人员、警总的人员用针插伊的指甲，伊伫监狱的中间，互人用电击棒电击他的生殖器。伊伫监狱10几年，伊认为讲无望啊，伊要放弃啊。但是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伊。伊伫监狱中间接受耶稣基督，伊祈祷，伊讲伊是通过信仰甲行出迄个黑暗，但是伊有真多受到刑罚，伊后来囡仔袂晓教，囡仔叛逆的时阵，伊嘛将囡仔抓来，用针来甲喂，因为喂落去了后，就乖点。伊过去的经验是安尼，伊就将这个经验放伫伊的囡仔的身躯顶。有一日，社工去厝的去甲探访因一家，后来才发现，连孙仔、老爸都是安尼的对待伊，所以后来紧急通过这个协助的社工、咨商师落去，甲因协助。因迄款受创伤继续，但是伫迄个中间，甲因讲，伫这个新的时代，咱应该有一种生命新的形态会展现，所以通过社工的正业，通过咨商师的正业，甚至信仰的介入，
慢慢的陪伴这个家庭。咱拢伫即款受到拘束、受到败坏的攻击咱的经验真多，无力感、无助、无愿望，但是卖袂记的，圣神已经保证，真做迄个投机款，保证是一个初识的果子。看到初识的果子，后来咱就看到果子要大丰收。这是今仔日这段经文要互咱看到的。咱来思考看卖这段经文会通带予咱什么款信仰的反省？第一个反省是要互咱做阵来思考，咱敢有看到受造界嘛伫痛苦哀叫？咱讲呻吟啦，伫即款的痛苦的内面，咱会当采取什么款的行动？今年联合国会讲起2023年7月，创下10万年以来上热上烧的一个月。联合国表示，迄个全球暖化已经无法度形容地球发烧的程度。伊讲即马是全球沸腾啊，不是发烧而已，是沸腾。根据咱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估计，这个局势若无有改变，到2060年，台湾有可能无有寒天。昨天气几度？你敢知影？昨个别礼拜，阮去山顶，转来时阵伫路诶听到气象报告讲，今天中午最高温度北部30度，30度，12月30度。中央研究院甲咱讲，若是这个情形继续落去，将来热天会长7个月，甚至侵入台湾的风台会愈来愈少。过去3、4冬的中间，咱已经经验台湾无风台啊。但是中央研究院甲咱讲，风台会愈来愈强，愈来愈大。这是即马咱所面对。你敢有看到用地球的土气，地球伫遐痛苦？即几天伫杜拜要举行什么 COP28， 就是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有8万人聚集伫迄个所在，要讨论开会，开10几天，因要制定新的地球的这个环保，特别是气候的这个政策。今年4月，有27国集团，甲批准伫2023年的时阵，迄个温室气体排放要比1990年减少安怎55%，甚至今年丹麦的呼吁，国较爱讲北湖啊，因为丹麦是伫北欧，因真感受真深。咱敢有看到世界伫痛苦哀叫？咱敢有感受到地球的沸腾？过去4年 COVID， 我想大家人拢真有感受。我1礼拜前嘛真有感受，因为我1礼拜前确诊。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后来第5天的 PCR 的验的时阵就阴性啊。但是嘛是有缘啊，这种的拢有可能有后遗症。有人甲我讲，牧师啊，你逐天接触遐尼侪人，4年后你才确诊，你真是天选之人。
我甲伊讲吼，没有所谓的天选之人啦，因为面对疾病，面对气候变迁，无一个人例外。其实科学家搁较担心的是，咱地球南北极的永冻层若溶解了后，有迄个1.6兆温室气体，甚至几万年以前古早的病毒会走出来，真做一种危机。这是咱地球，你敢有听到？咱的地球，咱的受造物、受造的世界，痛苦哀求。有一个真出名的历史学家 Leon White， 伊伫1967年的时阵，有一本真要紧的著作《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这本册的内面，会讲起生态危机安怎造成？伊讲是犹太教、犹太基督教所造成的。因为伫创世纪内面1章28节咧讲起，讲上帝讲你们要生养众多，控制大地，爱去控制。但是你嘛当甲翻译做治理，但是真侪时阵，特别早前，拢是因为甲翻译做支配，还是控制。所以咱对是世界都南山用、南山开发，所以因为安尼，咱今仔日甲做阵会受苦。所以伊咧讲，无论是天主教会、基督新教等等基督宗教，咱拢爱拄去掠人最中心的即款的想法。毋是人是地球的中心，毋是，应该是咱甲受造物是一种生命共同体，是白做阵的。咱爱将自然界当作咱的 partner， 咱的伙伴。咱毋是伊的主人，只有上帝是万物的受造界的主人。上帝是人的主人，这个地球毋是为着人类所设的，这个地球是为着上帝的荣耀所设的。若是这个地球受破坏，意思上帝的荣耀就受破坏。所以咱爱将大自然当作是咱的同伴。成做上帝家园内底的共同体。第二，咱爱去思考的，受造界痛苦哀求，咱爱去学习去听受压迫者的痛苦的反话。受压迫者的话的时阵，上帝敢听到啊？有香港的兄弟跟我讲，牧师啊，我都觉得上帝好像没有在听到香港人的呐喊。伊其实有小可迄个 PTSD。伊安尼讲，毋是因为绝望，是因为伊艰苦心。上帝有听受压迫者的呐喊吗？上帝敢有听到？我甲迄个问题，香港人安尼讲，从出埃及记2章24节有一句话：上帝听到因哀惨的声音，上帝听到他们痛苦的哀嚎。上帝听到，你兄弟。咱嘛需要去学习听上帝的声音，也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上帝关心受压迫者的声音，咱也应该爱去学习听迄个受压迫者的声音。今仔日12月7日，也是世界人权日75周年。
伫75年前，联合国制定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就是咧甲咱讲起，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唔通阁有即种代志发生啊！因为有一群人有信仰的，也是讲无共信仰的人组织，因咧制定世界人权宣言，就是表示因有听到啊。因有听到受压迫、受痛苦、受战争、基层的人民的声音。做一个基督徒，咱更较相信，是圣神伫历史的中间会煽动这款的溃烂。伫台湾民主化的运动的中间，咱嘛深信背后有上帝所差遣咱的这信仰的前辈。徛伫这第一线，甚至伫整个民主、自由、人权的争取的顶头，伫遐徛出来。因为因听到痛苦的声音，上帝也听到，上帝也催逼因的心行出来。今仔日咱中间。有20几位对德国来的朋友，伫库纳牧师伊所带领来到台湾。库纳牧师是伫德国一个学校在做校牧，嘛是伫德国的国家教会在做牧师。伊过去对伫人权，伊会伫遐街头伫遐发。为着唤起更较侪人去听到受压迫者的声音，这就哪像先知同款，你敢知？因为先知的意思是讲，伊的意思是讲话者，就是为着无法度发声的人发声，这叫做先知。咱的信仰上，旧约的先知就是安尼。为着一群受压迫基层的百姓发声，先知就伫咱中间。咱也毋望受阻界、受困苦的内面，也爱有人听到为因发声，安尼咱就会通经验上帝伫咱中间。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典帮助阮，互阮通过你的话语来得到启发，帮助阮，甲阮的世界受阻界，注定当受苦，也注定将来当受荣光。恳求你圣神帮赞，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名，阿免。这时，请大家做伙起立，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大家做伙来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水产出母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定时下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看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我教会，圣道的上空，最下尾肉体国外。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举行心灵洗礼，请张志华来到伫头前。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国活了后，要为上天的大圣。有去招万百姓来做伊学生，甲伊行洗礼，互伊归入爸囝圣神的名。
既然伊所教示咱的，咱就爱遵守伊的教示。伫五旬节的时，彼得也对听伊所讲的人会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领受洗礼，就要互恁的罪得到赦免。即时，只发你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着爱来应答我所问的问题，因为你深信、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互你的罪得到洗清。这个圣礼典也要互你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请你应答我所问的问题。你敢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我相信。你敢有相信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我相信。你有信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做信徒的本分。你有怪伊要安尼行也无？好，这是咱来洗礼。等下洗礼的时阵，阿免，也请咱兄弟做阵大声讲阿免。张之华，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面对我，面对我。会众请起立宣告：当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领受洗礼，我靠教会头，就是咱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小会的官兵接纳你做陪产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信约的恩典。请坐，会众请坐。这是来请小会员来握手接纳。咱用拍鼓来接纳希望咱中间这时要来举行小礼洗礼要来请子恩甲怡颖来到抱细囝来到台前。有人抱细囝来求问耶稣，爱互耶稣蒙医，学生甲责备。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问我，无你敬因，因为上帝的国是祝福人的。我实在甲恁讲，既若成只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不断袂入，就甲伊互因甲因欢手祝福。咱的细囝。虽望也未明白这个事，要久因嘛是上帝应允的囝儿，上帝恩典的约的予的，所以上帝要用洗礼来带因进入上帝的家，所以这时咱要来举行小礼的洗礼，所以请子恩甲伊来应答我所问的问题。恁有相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着信靠上帝手术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本分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子女，互
娱乐会通伫上帝的即个恩典的内面来得到培养，互伊会通行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伫上帝面头前，要变咧行也无。来，即时咱来举行小礼洗礼。陈以乐，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宣告会众请起立，照耶稣基督的命令，除了已经接受成人的洗礼，细囝的洗礼，进入伊的教会，做袂悲惨的会员，有份伫信约的恩典。当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做证，也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伊领受坚信礼。会众请坐，咱也用拍鼓来接纳喜乐，相对咱的小礼会员，请回座。即时咱要来举行有4位的即个信仰个别的兄弟，咱请林清荣、江怡英、林家燕甲黄慧华来到台前。当恁4位以前已经领受洗礼，无论伫国外还是伫台湾其他的教派来领受洗礼，即时恁都爱伫上帝甲正人面头前来誓约，正式来加入这人教会。当恁有相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的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互恁的罪得到赦免，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来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做信徒的本分。恁有愿意安尼行，也无？即时来宣告会众请起立。恁已经伫上帝的面头前来告别恁的信仰。当我倚靠教会头，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南小会官兵，则来恁正做本会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信仰的恩典，请坐。咱面转身面对咱所有兄弟，咱用拍鼓来甲伊接纳。咱就请小会员来握手接纳。请我们回座位。咱爱为着迄个陈淑娟姐来祈祷因为爸爸伫屏东的即个大院伊所紧急搬落去屏东继续为伊祈祷林刚甲为着伊来举行洗礼。即时咱要做阵来
吟圣诗364首。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给恁，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提饼接下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
为着恁拍牌，恁就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咧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胃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咱要做阵，出耶稣基督伊的模样，咱三个来感谢上帝，三个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阮按照你的命令摆设圣餐的筵席，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你是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伫你恩典的帮赞，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邀阮继续成长伫你恩典的中间，来荣耀你的名。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来请长老来服侍。饼了后，会通将迄个包装先拍开，来引导，来安静咱的心。这个是基督的身躯，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信用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是请服侍长老来告入代志。咱接着这个杯腰了后，也有愿的咱先这个包装先拍开，啊做阵来明倒。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杯。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诚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互阮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圣徒，
是上帝国永远的护卫。阮的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让阮搁一摆奉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继续用慈悲帮助阮，会晓加即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以后通荣光你的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为着下面的三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着世界人权日75周年，为着人权甲公义来祈祷。第二，为着今仔日下晡的圣诞茶会的福音的聚会。第三，为着圣歌队有备甲圣诞节的逐项的聚会来祈祷。请大家做伙压头来祈祷。请陈明德技术最后结束祈祷。亲爱的天父，今仔日是世界人权日75周年。世界人权宣言承认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甲价值，讲明所有的人拢应该享受基本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每一个人自然就拥有。毋是国家予咱的，愿主你的大能运行，予人权甲正义充满天下，也祝福咱教会世界人权月的活动一切顺利成功。圣诞节期接近，下晡的福音分享，愿主透过黄心心牧师分享的，因为疼得到医治，予会友会当了解。上帝的疼，安怎互阮心灵得到医治？圣诞节庆祝活动包括主日学到少年团体的圣诞庆祝会、圣歌队的圣诞赞美礼拜、圣诞爱餐、香港团体圣诞分享会、甲平安眠礼拜。愿主拢赐予参与者满满的快乐甲温馨。互因顺利完成所负责的事工，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下面奉献的时间，少年团体有用手语带来这个云上太阳，因要表演手语，所以因鼓声有把这个音录好，所以等下毋是假唱啊，等下因是预先录好啊，等下要用手语来表演。
这时，请大家做伙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即马请萌萌大字班来带来唱和《小小双手》。我的报告，今日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周报这个报告上，请咱家己来看。我两项代志来报告。第一，就是今日下晡1点半有这个福音的第一会吼，请到黄欣欣博士来讲到因爱得医治这个主题，请大家来参加。第二，就是圣诞爱餐的部分，请大家会当注意来外口来买，也是组件时间会当来办公室来买。这个时间咱请这时要来请廖天琪欧洲之声廖天琪社长跟昆南牧师来跟我们讲几句话。你好。你好。Ich möchte 2, 3 Sätze sagen. Die hat Tianchi noch nicht so übersetzt, aber ich glaube, sie kann das frei übersetzen. 他现在要向各位说几句话。Die Sprache muss immer übersetzt werden, aber die Zeichen müssen nicht übersetzt werden. 语言是需要翻译的，但是手势是不需要的。Und deshalb freue ich mich, dass wir alle gemeinsam gerade das Abendmahl feiern konnten. Da brauchte ich keine Worte zu verstehen, das kennen wir einfach. 所以我非常高兴，刚才能够看到各位的这些受洗的圣礼，那么不需要语言的解释，我们都能够明白。Und ich denke, ich habe es nicht falsch interpretiert, dass gerade einige getauft worden sind.
我想我如果理解的话，刚才有几位是受洗的人。Und ich wünsche diesen Getauften Gottes Segen. Und es ist ja schon ein besonderer Tag, wenn man an dem 10.12. getauft wird. Und somit hat man bestimmt auch eine besondere Verantwortung. Und dafür wünsche ich den Getauften Gottes reichen Segen. 我特别向今天12月10日受洗的几位，向你们自己特别的祝福，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们在今天受洗的话，你们也负有特别的责任。Wir bedanken uns bei der Shilam Presbyterian Church hier in Taiwan, dass wir heute an diesem besonderen Tag, diesen 10. Dezember, den Internationalen Tag der Menschenrechte, gemeinsam mit euch, Brüdern und Schwestern, Gottesdienst feiern konnten. 感谢台湾的济南教会允许我们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这一天，与各位弟兄姐妹们一同敬拜。Liebe Schwestern und Brüder, als Jesus Christus dem Märtyrertod ganz nahe war, nachdem er das Abendmahl gefeiert hat mit seinen Jüngern, schaute er auf seine Wirksamkeit zurück und hatte in einem Moment absoluter Einsamkeit Angst. Er hatte pure Angst vor dem Tod. Da bittet er flehentlich seine Freunde im Garten Gethsemane und sagt zu ihnen: Wachet und betet. Ihm war auch bestimmt folgendes Wort aus der hebräischen Bibel bekannt, wo gesagt wird: Tue deinen Mund auf für die Stummen und für die Sache aller, die verlassen sind. Tu deinen Mund auf und richte in Gerechtigkeit und schaffe Recht dem Elenden und den Ar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耶稣基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寻道的时候，他的内心也升起了孤独感和对死亡的恐惧。于是他在客西马尼园恳求他的朋友，并且说道：“警醒并祈祷。”他心中也想希伯来圣经中呼唤我们的那一句话：“为哑巴和所有被遗弃的人，张开你的嘴，张开你的口，主持正义，为穷苦人伸冤。” Und aus der Bergpredigt wird uns berichtet, dass Jesus zu seinen Jüngerinnen und Jüngern sagt: Ihr seid das Licht der Welt. Und diese drei Aufforderungen, wachen, beten und ihr seid das Licht der Welt, sind geradezu wie ein Appell an uns alle gerichtet. Ein Appell für, heute würde man eher sagen, für mehr Zivilcourage. Wir alle, wir heute in diesem Gottesdienst, wie wir jetzt zusammengekommen sind, sind durch diese Worte in die praktische Verantwortung, in die Nachfolge Jesu gerufen. Eben nicht teilnahmslos oder womöglich nur als Zuschauer der Geschehnisse in die Welt gegenüberzustehen. 在登山宝训中，我们得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就是世界的光。”这个请求就像是对我们的召唤，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呼吁我们要更加的见义勇为。这个呼唤是对今天所有参加礼拜的人所发出的，他要我们去承担实际的责任。作为后来者，我们不应当冷漠，也不应该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只当一个旁观者。Und es gibt auch ein Vermächtnis der zu Tode gebrachten, derer, die den Machthabern zu gefährlich wurden, indem sie eine Sprache des Friedens sprachen und sich für Gerechtigkeit einsetzten und die Stummen eben zu Wort kommen ließen.
Und ob es die Studenten auf dem Tiananmen-Platz sind, Dietrich Bonhoeffer, Mahatma Gandhi, Martin Luther King, die Ermordeten in den Gaskammern, der chinesische Friedensnobelpreisträger Liu Xiaobo oder auch die flüchtenden Menschen im Mittelmeer, die ertrunken sind. Sie alle haben ein Vermächtnis für uns. 当那些顽固的人为世人留下了遗产，那些人由于宣讲和平、捍卫正义，做无声者的代言人，因而让当权者产生了危机感。比如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市民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毒气室里被谋杀的人，还有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刘晓波，以及那些在地中海溺亡的逃亡者。Und dieses Vermächtnis lautet an uns: Ihr habt als Menschen zu wachen. Ihr habt als gläubige Menschen zu beten. Ihr habt als Menschheitsfamilie die Aufgabe, tu deinen Mund auf für die Stummen und für die Sache aller, die verlassen sind. Jesus sehnt sich nach Freundinnen und Freunden. Er wünscht sie sich an seiner Seite. Er braucht sie als wache Freunde, die ihn im Gebet vor Gott bringen. Bleibt wach, seht hin. Ihr seid das Licht der Welt. Tu deinen Mund auf. Es ist geradezu ein Befehlston. Und Dietrich Bonhoeffer, für den dieses Wort so wichtig war, konnte danach sagen: Wir sind nur Kirche, wenn wir für andere da sind. Wachet und betet ist und wird in der Stunde der Not zu einem Gemeinschaftsprojekt. Zu einem Gemeinschaftsprojekt des einfühlenden Anteilnehmens. Und diese Aufforderung ist nicht irgendwie in einem theologischen Seminar entstanden, sondern in der Not der Einsamkeit. Aus der Einsamkeit heraus wird sie dann zu einem gemeinschaftlichen Projekt. Und ich habe das Gefühl, Liu Xiaobo ruft uns nicht nur etwas zu, sondern ich habe das Gefühl, er schubst uns geradezu an. Lauf doch los, wir sind doch alle eine Familie. 遗产是什么？那就是作为人，你必须警醒；作为信徒，你必须祈祷；作为人类大家庭，你们的任务是为无声者和所有被遗弃的人张开你们的嘴。耶稣渴望有朋友，他希望他们能在他的身边，他需要他们作为警醒的朋友，在祈祷中将他带到上帝面前。保持清醒，张开你的眼睛，你们是世界之光。张开嘴，这几乎是一种命令的语气。这个词对潘霍华 Bonhoeffer 如此重要，他后来说：只有当我们为他人服务时，我们才算是教会。警醒并祈祷，是我们现在以及在困难时期的共同目标。这是一个充满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共同目标。这个想法并不是来自神学研讨会，而是一个人在困难时，在孤独中萌发出来的。由于孤独，它变成一个合作共有的计划。我感觉到刘晓波不仅是在对我们呼喊什么，我觉得他实际上是推着我们向前。他说：往前跑吧，我们都是一家人。 Ich möchte gerne mit uns beten. 我想
跟大家一起祷告。Lieber Gott, wir danken dir für die Gemeinschaft jetzt hier in diesem Gottesdienst. 上帝，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Wir danken dir, dass wir, obwohl wir so weit entfernt leben, in Taiwan und in Deutschland, dass wir jetzt hier in diesem Gottesdienst eine Gemeinschaft haben. 虽然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远，德国和台湾之间相距千里，但是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共同的祈祷。Wir bitten dich, stärke du unsere Hoffnung, dass wir nie aufgeben. 我们祈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希望。Stärke uns, dass wir Mut haben, gegen Ungerechtigkeit aufzustehen. 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面对不正义的事情。Schenke uns deine Liebe, dass wir nicht vom Hass verführt werden. 给我们爱，让我们来面对仇恨。Und wir bitten dich, lass die Religionen nicht gegeneinander arbeiten. Lass die Religion einsetzen für Frieden und für Bewahrung der Schöpfung. 我们祈求你，不同的宗教之间不要对立，而是彼此互相的和谐相处，来面对困难。Und wir bitten dich, sei du bei denen, die heute getauft worden sind. 我们请求你保佑、照看今天受洗的人。Und wir bitten dich, gib uns, unseren Familien, da wo wir sind, wo wir leben, schenke uns deinen Frieden. Amen. 我们请求你看守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整个的大家庭。阿门。Bitte die Freunde aus Deutschland, bitte stehen Sie auf. Wir wollen für euch bitten. 谢谢大家。好，请坐。Vielen Dank. Jetzt dürfen wir uns hinsetzen. 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今仔有足侪新来朋友吼。我请新来朋友起立，等下礼拜后会当伫边仔的雨伞骹，大家做阵来熟悉。我们请今天的新朋友起立，那我们也一起欢迎你们。好，请坐。这个三角来吟圣诗390小首，圣诗390首。愿上主大人来吟诗刷，请牧师来祝祷，请大家做伙起立来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有圣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请坐别岛避会。伫咧前店遐有司马县教会，因为来为着因的建堂募款，大家去遐交关买遐农产品。欢迎参加啦，第8回交易。